跟你像也很好啊，只是造型不太像。我 QO 哎。好，然后我也想要介绍一首歌，然后这我本来是写给我自己的。嘎布就是年龄阶层，不太好解释。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对，女人是母系嘛，男人呢就是阶层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有机会上网 Google 一下，反正你们就懂了然后是纪念一群人的名字叫拉千禧，我是拉千禧的，然后我也给我的很好玩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，他们也有一个年龄阶层的名字叫拉铁粉。因为为什么要叫铁粉？因为他们是铁的心爱苏密的粉丝。但是我的粉丝都可以借用，也可以借张惠妹用，借给张震岳用，偶尔借给Lady Gaga 用。就是只要你喜欢，你认同原住民文化，然后我觉得你就是属于这一份子。文化不只是血统而是认同。有些人他不是日本人，可是他超爱吃日本料理的，甚至就跑去学怎么做日本料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日本人，他可以喜欢。有些人不是韩国人，可是他超爱听韩国偶像歌曲，或是看韩剧，然后甚至跑去学韩文。可是他不是韩国人，他喜欢，他就去做。所以你们不是原住民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哈原住民，用哈的就好了。喜欢就去做吧，文化不只是血统，而是认同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加入原住民的行列。来，这首歌。拉千禧，那个拉铁粉。天空下的太阳一直围绕着，太阳下的你一直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禧是拉千禧。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千禧是拉千禧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禧，拉铁粉，拉千禧。拉千禧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千禧是拉千禧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
铁粉，老铁粉他很爱杜兰，老铁粉他爱苏明，老铁粉他爱马桑，老铁粉他爱杨幂，老铁粉他爱苏比，老铁粉我很爱你。 低调点，低调点，真的是书店。你们忘记了？隔壁在看书呢，他一直听到拉铁粉，拉铁粉，他听了会头痛。没关系，让他头痛，痛一下而已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最后一首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唱。